伪丁丁感觉就有一种，哎呀，狐狸精那种感觉。你那个是另外一个答案，狐狸精跟骄傲是两件不一样的事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的汉语班赏收这个节目，今天就要来学 ABB 的客家字哦。第一规则，答题节目组會本下可以同下家私，韓國本裏邊同佢那嘅用法同意思，演出題就第一分，上來問你係基本嘅漢語係輕鬆咯。第一題，上和和，笑呵呵的东西吗？对啊，等一下，这个哎呀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可能？哇，面包在小当家里面有那个黄金开口笑的包子，有没有可能它是那个联想？它有一点偏负面。真的假的？上次螺丝负面，越来越难了啦！我确定了，我要锁定我答案了。啊，因为他拿出了面包，然后就有可能会让我变胖。然后你说有一点负面，但不是指胖是负面，是指对身体比较有负担。好，我要公布答案了，就是贪吃的意思。爱吃贪吃。对，所以这个上和和的意思就是形容贪吃。怂嘎嘎。怂嘎嘎。第二题，肉粽粽，很简单吧？对，就是肉粽。那我们要写肉粽粽吗？还是肉粽？还是我知道没有肉粽2个肉粽，应该就是胖嘟嘟吧？那我就是要讲你的油腻。方向正确，我们上提示。那就是胖嘟嘟啊！对啊，真的很肉粽呢。好，有没有要改答案的？有啊。恭喜我们的娜娜跟佑仁答对了。肉粽粽通常用来形容比较可爱、接近可爱小朋友一点，所以其实 CCY 也一点点半分。到底谁来节目组？没有自己给分。拗中中。尿中中。第三题，我觉得自己也很简单，也考不倒你们。面皮皮，感觉很调皮吗？有跟调皮有关吗？我是这样想哎，很假。哦。爱面子。我是真的觉得这些是怎样？因为面它有2个皮，代表它没有在真实的情况，所以这种多了很多脸的感觉。我刚刚原本想写调皮，但我不会写调这个字，我就想说那就换写爱面子好了。因为有面这个字，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。好，提示，我们来看提示。上提示。哇，糖跟奶精一样有咖啡啊？怎么没有？是什么啊？糖跟奶精这么多，通常是用来形容人，有一个人拥有这么多。我觉得我还是维持爱面子，因为面皮它是八面玲珑，它是要照顾所有全场，然后所以这些东西它要照顾大家，它八面玲珑。刚刚讲说数量很多啊，他就很爱装，就是一种打肿脸充胖子。有。公布答案。厚脸皮，我觉得正确的关键字是 CCY 的关键字，但它其实意思是相反，不要面子。对耶，厚颜无耻的感觉。面皮皮。面皮皮。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题，你们也很喜欢这个字，又是翘翘，老翘，他老了还翘，代表他就是晚年得志之类的，就有一种老 Coco 的感觉，有点老顽童的感觉。老人还在那边一直翘。这题应该蛮容易的，它有2个意思，2个只要答对1个都可以算。那我们先看提示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莲藕。不是，它是那个洗澡用的吧？是吧？对啊，它是菜瓜布。可能要回想到生物课，这个植物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生物课只记得 XY 跟 XX 就是生什么小孩子，那个还比较难，好不好？是很干，不管是皮肤干还是，我还是觉得很老蜕变。我们公布解答。对，它可以2种意思，一个是形容纤维老化，丝瓜放到很老，就是你不去摘它，它老就变纤维很粗，就可以当菜瓜布。然后呢，它也可以形容自己很老，比如说我7老80，过30岁真的是老翘翘了，这种感觉。对，所以又人答对了。漏 QQ。漏 QQ。好，这一题我想可能是最难的了。
伪丁丁，我感觉不错，信心满满。对，信心满满。这是伪丁丁尾灯啊，这是跑尾灯啊，很稳，因为它尾巴盯得很盯很紧，它站很稳。哦哟，我是觉得很骄傲哎，有可能感觉丁丁的尾巴翘很高，哪里拽的嘞的感觉。对啊，就很拽啊。这题没有提示，你们有一个人的方向非常正确。你们再推理一下你们刚3个人的情境。你们两个会比较像是啊，就是一个是很稳，一个是很不错的，就是比较自以为很稳。可是因为尾巴不会站着，所以我觉得我的答案不错。如果要很稳，那叫脚丁丁就好了。有没有人要给答案？伪丁丁感觉就有一种，哎呀，哦狐狸精那种感觉。你那个是另外一个答案，狐狸精跟骄傲是2件不一样的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要公布答案喽。它其实跟那个骄傲的感觉有一点像，但它是比较像是自己很自豪的感觉。比如说我考试考很高分，我伪丁丁这种感觉。迷当当，迷当当，公布这一集的第1名，诱人，可怜吧？伪丁丁，叮当当的感觉。行业班上說，歡迎來到我嘅 Barbie Bus， 一邊有 coffee， 有 tea， 還有米，講你講行業。基本嘢我辦 party 咯，有看到藝術行拿去買嘅東西冇？睇一下喲，又喺床頭用嘅豬油煸過嘅冬香。啊，唔講藝術賽，我而家做一嚿大家，上夾夾，按樣嘅表情。像凍晒嘅樣嘅，整件後欄水流出嚟嘅，爽夾夾，還有準備，又係乜嘅？中嘅舊太家肉中中，自家包嘅料吼凍到，感覺客家人吼整件凍太房，嘅地都嘅料凍到，他嘅要凍雜咁樣嘅，肉中中嘅意思就講吼，你啊最近看起來肉中中嘅。做係肉凍凍，有冇？聽起來凍槍係罵人，有凍槍唔係肉中中嘅，唔介意人家咁樣講你冇？我冇介意，肉中中。舊睇㗎，面皮皮，面皮皮嘅意思啊，就講面皮凍盤。我同你講哦，我今晚辦 party。千萬做唔得弄蠢殘白講哦，佢送拜來我屋卡，食凍包呢，轉去係攞係大包細包拿轉去，面皮皮啊，生件係啊面皮凍盤哦，冇同佢講面皮皮。家講嘅面皮皮哦，當場係罵人嘅話，還有一句哦，咩當場罵人嘅話哦，都老 Q 誒，接意思從買菜嘅時節，我拿卡努呢哦，有時哦拿到老 Q 嘅嘅光啊，當初我冇乜嘅好食聽老嘅老 Q，呀句話，你錯唔得拿來罵人，人家神人又看到老 Q 嘅，死你哦，你都不認打哦，老 Q。還有乜嘅咧？我都米當當乜嘅意思咧？就係唔可以啦，讓阿後生，你就話讓我感覺，真見啊，很難有人家家一樣咧。本日按捺一下，阿後生做邊呢？米當當嘅書啊，就翹起來冇啦，唔爭後生咧，有感覺我一樣冇？有呢，喺唔按捺嘅聲音講，哎喲！唔考試懂厲害哦，大條命哦，叫做真勁啊，不懂歡喜，米當當就係按樣樣嘅心情當好，米當當。好，下課。其實啊，做了 YouTube 已經是5、6年的時間了，然後看了很多年輕的 YouTuber 出現，我發現我真的是肉 QQ。我朋友每次呢，我們出去拍片住飯店，他就是面皮皮都要把飯店裡面的東西搜刮回家。那大士小時候看起來應該是蠻肉中中的哦。這樣，我現在看起來就是肉中中嗎？那小時候是肉中中啦。